ko fala tso nama ko papi lolo hanto kuya irari kurai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程是matengilai ko ngiha ko hao 听到吗？ Hai matengil do 听得好。我们今天要上的是阿美语的人称代名词属格的功能跟它的用法。那么在我上这个课程以前呢，我稍微给大家做一点复习啊，让他对前面那一堂课，因为2个礼拜过去了啊，是不是前面的人称代名词的主格跟受格是不是忘记了？我很快的把前面的那个人称代名词的主格跟受格稍微回忆一下，然后我们很快的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上的属格的用法。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看一下人称代名词的主格跟受格。我们知道人称代名词的主格跟受格是我们天天用到的啊。那只要是在一个句子里面，如果它是及物动词的话呢，通常都会有主词跟受词。那如果它的主词跟受词都是人称代名词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出现主格跟受格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人称代名词的主格，我们上一次已经有看过这个啊。好，我先看，奇怪，怎么会不见了？我的画面啊，人称这个就是你我他我们你们他们，我们叫做这个人称代名词啊。那像我是嘎古，如果受格呢是变成这4个都可以，以嘎古阿南或是以达古阿南啊，这个快速的复习一下。基数当主词，如果受词是以迪苏阿南，我念一个就好啊。他的话呢，如果说吉伊拉，后面的受词是以吉伊拉安，如果是井拉海岸的，就会变成以井拉岸啊。动物也有吉拉啊，跟以吉拉安啊，就是那这个是单数的啊。我们再看一下复数的。那复数呢，也有我们、你们、他们，我们又分成2种，叫做一个包容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团体呢，我们是一个团体，没有分2个，就是 kita， 就是我们咱们的意思啊，咱们就包容，把所有人都包起来，就是一个单位啊。那排他性就是说里面可能分成2个部分呢。那我们跟你们分开来就是排他哈，就是排他性的，就是说我们这边呢，你们在那边啊，就是 kami 啊，就是不跟你们一伙儿的啊，所以排他性。那咱们的所有那个属格呢，就是受格呢是以迪达难啊 ，kita 以迪达难 ，kami 以达米亚难，这个要先了解，等一下用的时候呢，我们来稍微做一点复习啊。你们呢，kamu 根本一定是以kamuanan或是以damuanan，就更简单是以 kamuan 都可以啊，以 damuan 都可以啊。他们呢 ，zaira 变以 zairaan，zangra 以 zangraan。Kohni 是北阿美的，是 Kohni 就是 Dohni 或是 Dohnian 都可以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主格跟受格啊，不晓得大家这个是不是还记得啊？人称代名词之外呢，我加了这个部分，就是名词的主格跟受格。第2个是一般名词的主格跟受格，还有特定名词的主格跟受格啊。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大家再复习一遍啊。你看人称代名那个人名哈，刚才是人称代名词，现在呢是人名。比如说 Jimarang 是男生， Ji 是一个人啊 Jimarang， Maulah Kaku Jimarang 不这样子，因为那个 Maulah Kaku i Jimarangan 要用后面是受格啊。那主格呢是 Ji， 如果
就表示它是复数啊，复数。比如说，马上他们今天会过来。Taini zamarang anini aromias zamarang 我们要去拜访马让他们呢。Milih so kita i zamarangan， 这就会变成受格啊。好，这个鸡跟炸是单数复数的问题。那我们再看一般的名词呢，就不一样了。你看呢，如果是一般的名词，人物人和动物，它这个地方伊那，它后面还是伊那。前面是罗多，主格是罗多的话，后面还是罗多。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它用标记来告诉你它是主词还是受词啊。如果是 good 的话呢，后面一定是主格啊。如果 do 的后面呢，已经是受格，就是跟上面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上面很清楚啊，Jimarang 是当主词，以 Jimarangan 是变成受词。但是名词的话呢，ina 后面还是 ina， 那你怎么分辨它是主词跟受格呢？很简单，就是看它的标记啊，这个是用主格标记 go 啊，后面是 do 啊。等一下有练习啊。第二个呢，东西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这个比如说这里的山很高 ，Takarau go lodok idini 啊 ，go 啊，那我们去看啊，这个我们去看那座山 ，Minenang kita do lodok iderau 山 ，do 这个就不一样哈。那后面那个特定名词，不晓得老师是不是还记得？特定的名词，简单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是自己的亲属的称呼啊，比如说妈妈、爸爸、哥哥、姐姐、舅舅、叔叔、阿姨等等，这些都是，或者是一个部落里面唯一的那一个人，就说，比如说头目，不可能会有2个头目啊。祭祀可能是只有一个祭祀，这种都叫做特定的，不会有第2个人了特定的名词。一样的，比如说吉伊娜吉伊娜是自己的妈妈，比如说如果我问你，打了这吉伊娜，我一定是问哥哥或者姐姐、弟弟、妹妹的妈妈去哪里。本人不会问你说打了这古伊娜，古伊娜是指上面是一般的用法了，所以特定的人一定是自己的家属，所以自己的妈妈也要用吉伊娜。妈妈他们呢表示妈妈除了自己妈妈以外，还有其他的家人，他就会变扎，打了做扎伊娜就是扎。那后面呢，就跟上面的一样，特定的人名一吉伊娜安或是一扎伊娜安。吉妈妈后面是以吉妈妈案这个呢我就不多说了上一次都上过了，所以呢，我有让你们去看这个练习。这里呢，各位老师们，请稍微看一下，我看一下，如果是 OK 的，我就下来就上那个另外的这个课程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你们帮我很简单就找它的主词跟主格在哪里第一个句子我念，你告诉我它的主词在哪里就好了。Malacafai kami adalah bicutasan， 主词是哪一个？ Kami OK ，kami，很好。kami 现在是 kami 是人称代名词，对不对？对。第二个呢 ，ni patirang zaira tulumah ilawas nufanau， 哪个是主词？萨伊拉，它还是什么人称代名词，对不对？再看第3个 ，maulah i jibanayan kusingsi， 来，主词在哪里？人民。jibanayan还是星系？一般。记得请看一下，不要你找主词一定要先看到 go 有没有？这边是不是有个 go？ 好，我现在不要放到后面来，把古信息放在马欧拉的后面来念念看。马欧拉古信息以吉巴那样表示吉巴那是受词，人名是受词了，然后 go 还是主词所以这个为什么用 go？ 因为它不是自己的家属嘛。好，所以呢，我们把它当作是一般的普通的名词来看待。
我们再看第4个啊，米利在扎米拉，这是马兰的用语，扎米拉伊达瓜南，哪一个是主词？吉米德拉吧，吉米拉啊，吉米拉，就是我们的吉拉、吉伊拉的用法，那马兰就用吉米拉啊，一样的啊。我们再看第5个，米扎溜吉马朗多 impits nomago， 主词在哪里？米扎溜吉马朗多 impits nomago， 吉马朗，吉马朗，吉马朗是主词，现在只有找主词，受词还找得到吗？吉马朗是主词，那受词呢？都 impits， 你看这个都是不是后面会有一个名词？对，好，都后面一般的名词的话，都会前面有一个都啊。好，再看第6个，阿呆尼这个阿加进去就是大呆尼哈，阿呆尼过尼阿努基拉，这个他们明天会过来吗？尼过尼就是他们啊，阿呆尼过尼阿努基拉讲男士用语，主词在哪里？主词有没有找到？国内，国内啊，国，这样一看就是主词嘛，国内就是他们啊，他们就是北阿美的用法啊。来看第7个，米诺盖扎米拉伊比伊利西南好，他们丰年祭会回来吗？来找主词就好了。扎米拉 OK， 很好，好。那第8个。伊拉都归呀拜属伊达瓜南，好，这里的主词是主词我要找主格哈，来主格是伊达瓜南对不对？对。再看一次，那个钱在我这边，伊达瓜南是地点啊，在我这边，请记得锅这个字有没有？下次要跟你们谈一些主格标记的问题。锅还是龟呀？伊拉都过白水一大关难。龟呀这个字是特定的用法，不特定的用法是锅啊。伊拉过白水一大关难，我那边有讲，所以锅跟龟呀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呢，白树才是主词啊。刚刚有讲过，白树是一般的名词，主词一定要看前面有没有锅，所以这个白树就是主词啊。我刚刚有讲过嘛。一般的名词，主格跟受格这都一样的形式。你怎么知道它是主格呢？怎么知道它是受格呢？只有看它的前面的标记，那个主格标记是勾，它就是主词了啊，就这么简单。我们再看第9个 ，le belen nomago goya milaliwai afafui， 好。我把那个跑掉的猪抓回来了，请看这里的主词是哪一个？如果只有一个呢？只有找一个字呢？哪一个字是主语？米拉里外，米拉里外是修饰语啊，就是形容词。米拉里外啊，可以拿掉。我念给你听。Le belen aku kuya fafui 就好了，有听懂我的说明吗？了解。我把猪抓起来。Mi le belai 不 le belen aku kuya mila liwai afafui mila liwai 是这个字是形容词，修饰也可以拿掉啊。那如果说我把那个母猪把它抓起来。Tawinaan afafui na lebelen nomako kuya tawinaan afafui tawinaan 就是母性的猪啦。那这个时候呢，它都是修饰语，就是这里的本那个什么主词就是 lebelen nomako kufafui 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修饰语，你要知道它是多出了什么东西啊。好，这个真正的主词是 fafui 啊。Kufafui le belen aku kufafui， 龟呀fafui 就是指定的那只猪哈，我把它抓起来。最后一个，妈妈安萨怎么了？那我有tanu tangit sa ciira，tanu ingat sa ciira iti suanan， 怎么了？他为什么
对你这么生气啊？有没有找到主词在哪里？吉拉，对了啊，请记得这个 danu ingat sa 这两个字就是 ma ingat， 就是变成动词了哈。ma ingat jira itisuanan 这样子 danu ingat sa 就是 ma ingat jira itisuanan 就是他对你非常的生气啊，所以主词还是这个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再看一点点啊，我们就要开始上新的课程。来，再看找受词了，刚才是找主词哈。Mili说 kami Zairaan 受词在哪里？吉拉岸， kami 是主词，对不对？Zairaan，所以呢，这是人称代名词的受词用。Mili说 kami Jira 是不通的啊。Jira 变成Jiraan，Jira 就会变成Jiraan，所以受词呢一定有什么什么案啊。再看第二个 ，Papi radom Jina itakuanan， 妈妈叫我去挑水，受词在哪里？有没有找到受词在哪里？ Papi radom 是叫我去，妈妈叫我挑水啊。ikakuanan, ikakuanan 就是受格啊。命令我的是妈妈嘛，挑水的是就是我，叫我去挑水啊。然后我们看第三哈，mitahilang itisuanan 及妈妈，爸爸叫你来，受词在哪里？ itisoanan, 那可不可以对调？受词跟主词可不可以对调？变成 mitahilang 及妈妈 itisuanan 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啊，第一节课我们就知道说那个语系呢，我们阿美语的主词可以调到最后面啊，也可以放到动词前面，只要都在那个受词、地方副词、时间副词的中间都可以放啊。我们再看第四个 ，mapue 啊 ，mapue 过信息与扎米兰，妈妈老师对他们很生气，受词。扎米拉安，那老师是主格，因为老师是一般的名词，所以用过可以吗？哈。好，第五题来 ，Mauron 及阿公、阿及阿妈以及苏南，阿公阿妈很想念你呢。受词 itisoanan,，OK， 以及苏南哈 ，OK， 很好，差不多了哈。马斯嫩及伊娜多罗马那伊拉，马斯嫩就是很羡慕啊。妈妈呢很羡慕他们的家。那现在受格在哪里？ naira, 受格哈。那伊拉是属格呢，所有格。那伊拉就是他们的。杜鲁玛才是啊。马斯嫩吉那多罗马那伊拉是这个属格呢，是修饰这个罗马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的是包含在他家这个字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变成那个片语啊，就是他们的家就是真正的字，真正的受格是罗马啊。好，再看第七个，米西猫卡古杜沙巴伊罗马，受格。找不到，米西茂，我是米西茂是照顾嘛？照顾谁呢？弟弟妹妹。伊罗玛是在家里，我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呢，我是主词啊，我干嘛照顾啊？被我照顾的是谁？就是弟弟妹妹，所以是沙发，就是受词啊。我照顾什么人啊？我们再看第八个啊，米巴嘎恩多国龙吉马腰伊罗多克，马腰在山上呢，放牛。受词在哪里？
古弄，杜古隆，对了哈，那把主词跟受词位置对调看看，念念看。Mi pagkaan jimayao tukulong 古隆伊罗多，是不是也可以把主词给对调？所以你要看得懂那个它的那个讯号啊，都后面一定是受格啦，都后面是一般的名词，对不对？如果鸡这个字放到前面，它也通啊。米巴干吉玛要独咕隆伊罗多也通啊。所以看得懂句子是将来分析句法里面第一个步骤啊。所以你要先看得懂它是主词还是受词，这个是将来如果各位老师如果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很多学生问了，他就开始问你 ，no 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这个做什么？这样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装备了啊，没有这样的装备，他们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了啊。来，最后2题来，米高威就是打那个是用招手啊，吉马让以及巴那样，马让呢向巴奈招手。好，受格是受词是哪一个？吉巴那样，吉巴奈就是受词，所以这个是受格标记啊。就是人名的受格标记啊，不是度而已啊，度是一般名词的受格标记，一是人名的受格标记啊，记得这个啊，我上次有讲过好几次了啊。最后一个，mi能啊，马能努念过比the fork 那伊拉都古龙啊 ，the fork 就是杀牛，很大的动物呢有 the fork 啊。我们他们杀牛被我们看见。好，这里呢有没有找到这个杜古隆，古龙？对了，本来这个句子呢是比较难一点的，本来这里的主词是 be the fork 啊，本来这里呢是 meet the fork 在伊拉杜古龙，因为这个句子呢 meet the fork在伊拉杜古隆是他们杀牛，因为呢，这是一个句子啊，米德福在伊拉杜古隆，要把它变成 good 这一个主格标记的话，后面的米德福在伊拉杜古隆要变成名词，它才可以当 good 的受词。我上次有讲过，这个主词也好。受词也好，它们都是名词相等于名词的东西。如果是动词，你看看我原来把动词是 mitfok 在伊拉多国弄，如果我原本的把那个句子放在这里的话，会变成怎么样？你听听看。Maneng nu niam ko mitfok 在伊拉多国弄，这个不是我们的习惯，这是错误的句法。所以呢，只要把动词变名词，整个就变成受词了啊。那唯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伊拉要变属格啊 mitfok 在伊拉变成 bitfok 那伊拉的国弄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如果听不懂这个时候呢，词性变化的时候，我再谈到这个部分哈。好，我们基本上呢主格受格呢大概 OK 了哈。我上次有讲过，希望你们去看属格，就是237到25页啊。好，今天呢我们要看新的课程啊，就是这一堂的重点课程啊。我看一下，好，然后各位老师，请我现在换这个页面我看一下为什么会变小字啊？好，好，各位老师，这个第3个我们要谈的单元是人称代名词的属格啊。属格呢，这里我要谈的几个大项是什么叫做属格？属格是不是修饰语吗？属格有哪些功能啊？后面会有练习。好，请看下面的 PPT 啊。属格是什么？属格是修饰语，讲还是不通啊。
属格是修饰语，它是英文的所有格。不晓得老师这样说明你有听懂吗？什么叫做属格？这个是另外一个名称啊，英文啊，它叫所有格。所有格就是我的、你的、他的、他们的，那个叫我们的那个的啊，就是属于我的，我的就是属格，所以这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呢，我们常常在英文里面看到，就是它是所有格。我的，比如说我的书叫 my book， 我就是 I， 你 you 就是这样的主格。它的属格呢 ，I 的属格就是 my 我的，你 you 呢，your 就是你的。所以说你的、我的、他的，这个叫做所有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属格啊，属格是这样。那属格是修饰语，那属格是干嘛用的？它是个修饰语，它不是句子的基本成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修饰的东西。我好像有讲过，修饰的时候呢，就像我身上里面呢，哪一样东西，比如说我拿了这一支笔哈。我觉得在很多人的面前呢，没有放一支笔呢，好像没有学问嘛我就拿一支笔呢，就挂在我的胸前。那修饰一下我的口袋有一支笔，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所以这个修饰语呢，它只不过是用来给我好看的，但是它不是我的成分啊。就是说，你把它拿掉以后，我这个人还是我。不会影响我这个人的这个存在，甚至我这个人。所以修饰语是装饰的东西所以呢，它随时可以拿掉，可以抽掉啊。所以这里面说修饰语是用来修饰句子当中的其他的词字或者是片语或是句子这样子。那怎么修饰字片语、修饰子句呢？我们到后面再看你先知道它是一个修饰语，修饰语并非句子的必要的成分，拿掉修饰语并不会影响句子结构的正确性，它仍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是学生这是一个句子他是学生，我加一个修饰语，他是很认真的学生，里面多了一个修饰语，就叫认真的，这个就加上去了你会觉得说他是学生就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他是认真的学生加一个认真的，就是一个修饰语，它是个形容词，所以它算是多加的你把它拿掉以后，他是学生这个句子是不会改变它的正确性然而呢，加了修饰语在这个语词的前面或是后面呢，可以使讯息呢更明确更生动活泼这样子。比如说他是学生，很死板嘛，他是认真的学生，他是用功的学生，他是人见人爱的学生。那个时候加了一些字呢，它会变成会活泼，比较生动所以知道什么叫做修饰语这是第一个今天要讲的，因为属格是个修饰语再看下面的，来看看它的修饰语是有什么功能。修饰语呢分成两种，一个叫做形容词，一个叫做副词。我再讲一遍，这很重要。修饰语呢有两种，一个叫做形容词，形容词就是修饰语，还有一个叫副词，副词也是修饰语。OK， 你先知道这两个，所以这个名称你刚开始写语法的时候会很头痛，因为我们如果你没有过去没有那个文法语法的那个背景的话呢就当然就会要记很多东西，所以我就慢一点讲。
那读过英文的就比较都知道，英文文法里面都有这个叫做副词啊、形容词啊、修饰语，什么东西都有啊。没有的话就变成你要多注意多看一下啊。好，我再看形容词。我们先讲第一个叫形容。什么是形容词啊？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东西啦。啊，形容词是放在名词的前面后面，可以修饰它啊。比如说钢笔，你可以加好的钢笔，加在前面一个好的，那就是形容词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我举一个例子，田地叫乌玛是田，这个巴拉也是田，或是乌玛也是田，福嫩也是田，这种田都不太一样的田，但是乌玛是我们整理过的，不管是旱地、水田都叫乌玛啊。巴拉的话是野地哈，我们就说你直接到野地。以前我们阿美族原住民是，以前这个土地是上帝给的啊，没有政府的时，这个还没有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呢，你要去你要在哪个地方去烧垦，你只要找一个地方把它烧一烧，在那边种东西，就是你的地，叫巴拉。果然，要是法答案的话，还有福嫩呢，就是水田哈，就是种了稻米的叫福嫩。那乌玛这个字是个名词，叫做田地啊。我们随便讲，它是一个田嘛。好，乌玛果然乌玛是个名词，对不对？但是呢，我可不可以加形容词呢？可不可以加一个修饰语呢？可以，请看下面，我加了一个土黄色的乌达达哈莱啊乌玛，我加了一个修饰语，这个修饰语叫很宽的田。啊，所以呢，这加上一个字，加了一个修饰语，所以这个字就变不一样了啊。再看一个，因为它这个乌玛这个是名词，放在名词的前面呢，它叫做前置修饰的形容词啊。形容词修饰也没有说，它是放在名词前面的，叫做一个名称，叫做前置，放在前面叫做前置修饰。前置修饰形容词啊，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加了一个字，乌达达哈莱阿乌玛努邦扎。好，阿美族的很宽的地，这里越来越多。我加了2样的形容词，一个是前置修饰放在名词的前面，一个是后置修饰放在名词的后面。叫做阿美族的也有的，很宽的也有的，就是2个的，就表示它是形容词。所以呢，这个前面的我们叫放在名词前面的叫做前置修饰形容词，放在我们名词的后面呢，我们叫做后置修饰形容词啊。它有2种不同的位置啊。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放后面，什么时候放前面啊。好，我们再看下面的。好，形容词再讲一遍啊。修饰有2种，一个形容词，一个叫副词。形容词是专门修饰名词的，所以呢，你要找一个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前面跟后面都可以啊。那像这个字哈莱阿就前置修饰，努邦扎是后置修饰。所以这2个都是修饰语，都是形容词。这样讲不晓得各位老师可以了解吗？好，我们再往后看啊。第2个就是副词，也是副词，刚才是形容词，现在谈副词。副词修饰的是谓语，或者是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副词当前置修饰的副词不会很多，我们最常用的就这个字啊。再讲一下副词，我们有很多副词啦，是地方副词、时间副词啊。这个，但是放在这个谓语或是动词或形容词前面的是很少用达拉这个字。来看一下，达拉这个字呢是
很的意思，非常、太、格外的意思啊。我举个例子，下面呢，Tata Maripaha Gago， 好，我不要达拉这个字，可不可以？Maripaha Gago 可不可以？我高兴啊，Maripaha Gago， 爸爸很高兴的，Maripaha 起妈妈，妈妈很高兴，Maripaha 起伊娜。可是呢，你加了一个达达，Maripaha Gago， 我格外非常我很高兴。你加一个达达这个字，它是放在这个动词这个谓语的前面，它这个就是一个副词。你把它拿掉以后，它并不会影响原来的句子啊。Maripaha Gago， 好，再看第二个，你看啊，你先不要把这个放进去啊，不要，先生不说房子啊，房子过你阿鲁玛，这个房子很棒，很漂亮，这个房子实在很棒。当它房子过你阿鲁玛，可以加上房子是一个房子过你阿鲁玛，叫过你阿鲁玛，就是说这个家很漂亮啊。房子这个字它是一个谓语啊，我们叫静态词，是个谓语。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怎么说？房子过罗米阿安尼尼，这个房子的这个字海岸这边线呢，通常都有爱了啊。我们修管通常有爱的字是有另外的用法啊。房子过罗米阿安尼尼，就是今天天气很好，就是这样。哎呀，你的脸好漂亮啊！房子过比心罗米说，房子这个直接它是一个谓语，所以它是一个句子的这个谓语，就直接放进去。可是呢，你可以加一个达达房子过你阿罗玛，这个房子太漂亮了。这个时候是谓语，它可以放在谓语的前面。好刚才是放在动词的前面。我们再看这个字，你们知道这个字？你看呢？我先把这个划线的先不要拿掉啊，先不要看，再像达达也不要看。我念句子的主要的那个骨干哈，乌娃娃吉马让本来是这样，乌娃娃吉马让是小孩。如果我们加了一个什么样的娃娃是很认真的娃娃，它是一个前置修饰形容词。现在呢，前置修饰形容词前面再加一个达达的时候呢，达达马拉罗盖阿娃娃吉马让是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孩子。马拉罗盖可能海岸的不太了解，我找海岸阿美的用语，伊那的爱就是马拉罗盖一样的意思。它原来是娃娃吉马让，这是句子的骨干那加了一个 inanai 就是一个修饰语，就是放在娃娃的前面，他是很认真的孩子。所以这个 inanai 就是形容词，它也可以放在形容词的前面呢。tata malalo tata inanai awawa jimarang， 它也可以修饰形容词。所以副词它也可以修饰后面的可以修饰谓语，可以修饰形容词。所以它有这样的功能，可以修饰谓语、修饰动词、修饰形容词。但是今天不是谈这个，我只是让你知道说副词它是修饰这个。今天我们谈的是属格，所以呢，我就要看这个属格。我们要谈的是下面的这个属格副词。我刚刚讲说 nomago nomiso 都是副词属格当副词的时候呢，只能置于动词的后面放在动词的后面你看这个句子，好，请大家看一下 Mapalo no singsi chito mai， 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读麦被老师打。好，主词是谁？读麦。答对了，很好读麦被打，对不对？
被谁打？星系星系被老师打，所以被老师这个是副词啊，被老师怎样呢？打，这个人被打，被谁打？被老师打，所以这个叫做被怎么样？这个就是副词，它修饰的是前面的动词啊。好，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属格，但是我这里面呢，它也是属格，它不是人称代名词的属格，是一般名词的属格。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人称代名词的属格来，然后看到这里，现在是看黄色的哦。你看呢，有主格，有属格，有受格。好，我们看看，请大家念一下我的属格呢？我的属格用什么 ？no、ma、go。你的属格呢 ？no、mi、so。他的属格 ？ni、ra。这是马太岸的 ni-ra 啊，海岸的用什么 ？ning-ra。还有那个马来叫 no-mi-ra 啊，南式呢 ni-ra， 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只是用法完全不同，所以呢，我也把它列出来了啊。动物的你呢？就是它的尾巴了。狗呢，比如说你妈妈说可能那把奶，妈妈叫这个妈妈叫喂过你了喂过你了maluka san， 慢慢叫喂过了，喂过了是给过了，给过了就是尾巴，它的尾巴就给过你了。我们通常你了也是追它的它的尾巴怎么了受伤了啊。好，复数的再看一遍来。kita 的那个属格念一遍 kita 呢 numita kami 呢 nuniam kamu 呢 nunamu Zaira 呢 naira Zangra nangra Kuhni 还是 Kuhni 你看是 Kuhni 变 nuhni 变成 nu 所以 no， 只有这个能让这个字是不分开的。好，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叫做人称代名词，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但是附加了这一些，来看一下，刚刚有讲的人名呢，吉马让的属格用什么？人名的话用什么？你马让的，对不对？复数的时候呢？扎马让会变成那马让这个要记哦。等一下练习的时候才会活用的起来。那伊那这个是当主词是还是伊那，当属格还是伊那，当受格还是伊那，但是呢，它的标记不同这个属格的标记是 no 伊那，用 no 是一般的妈妈一般的爸爸，一般的法 一般的人都是用 no lotok 这个是山，比如说山上的猪呢，山猪怎么说 ？Fafoi no lotok， 不可以说 Fafoi ni lotok， 不可以一般名词都用属格呢，要用 no 不管，比如说这是谁的狗？这个Fafoi no tao， 一般的人。如果是自己的人，那就不一样了no tao no pairang好，但是回到这里特定的名词的时候，是自己的家属，比如说 ina， 比如说你们sasulas kunini usasulas ni ina 是自己的妈妈 ，usasulas ni mama ni kakak ni tomok ni faki ni fai 这些都叫做属格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就不多说了。那现在呢，重点来了，我有那么多的属格有没有？我们的属格要从那个 numita、nuniam、nunamo、nidmarang、numita 这么多我找哪一个最好呢？我想说大家最熟的，我找第一个。我要 numako、numiso、niira 很多，我找这一个就好了。numako， 我用这一个是代表所有的属格所有的属格，包括这个人名的属格、一般名词的属格跟
特定名词的属格，我用 numago 来当一个做解释啊。你要有其他的那个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要有衍生性的一个想法哈。现在是几点？47分了，还有几分钟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啊。我把它解释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到现在47分，还有10分钟。这个表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来，我再慢慢讲一下属格有哪些功能啊。这个请看一下啊。好，这里属格呢，奇怪，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呢？来看一下，我刚刚有说过嘛哈，属格有哪些功能呢？我就举 numago 这个字做代表哈。你看一下，它可以当修饰语，对不对？我刚刚有讲过，它可以当修饰语，这是第一个用法。好，你看第一句呢 ，u imbits， 你们来念了，让里面我在那个提醒作用来。第一个句子念念看，请请。我 imbis numago kunini Gunini 就是给尼岸，把答案的就是给尼岸，Gunini 是海岸的啊。好，现在 numago 这个句子里面呢，如果把它拿掉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因为它是修饰语啊，是不是可以拿掉？可你看，以，我 imbis Gunini 是不是可以？可以，当然是可以啦。但是我加了 numago 以后呢，这个就是修饰语。我问大家，这是什么修饰语？副词，好，请记得哈 numago 这个字呢，名词，你看了，它如果没有 r 的时候呢，它是修饰前面的 numago， 所以 numago imbis numago 是它修饰的是前面的 imbis。你看看 imbis 是什么词？名词，名词，所以它叫做什么？形容词，后置修饰形容词，对不对？我刚刚有讲过后置修饰放在名词的，我再回头给你看一下啊，你们大概又忘记了。来看一下这里啊，来，这是不是一个名词？五吗？是不是名词？我前面加了一个拉达哈莱啊，有 a 的时候呢，它是前置修饰。如果呢，再给你一个呢，我拉达哈莱五嘛 no 帮着 no 帮着没有 a 啊，就是往前修饰。所以阿美族的田地往前面修饰，这个 numago 就是后置修饰。这个呢，放在名词的前面叫做前置修饰。我刚刚有讲过，说这两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一个前置修饰、后置修饰啊。好，我现在跳过了。好，这个很重要，这个表格来再看一遍哈，你要很清楚的把这个图表看清楚啊。我 imbis numago gunini， 这是我的铅笔。好，因为这个 imbis 是名词，你看 numago 是往前修饰，所以它放在名词的后面，所以叫我的铅笔，所以叫后置修饰形容词。好，再看第二个，大家再请你们麻烦你们念一下第二句，预备，请。numago a imbis kunini 这个几乎都一样嘛。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用法。我 imbis numago kunini， numago a imbis kunini， 这两个几乎一样。但是呢，这个 numago 呢后面有个 r 的字，就是要放在名词的前面的了。所以这个叫什么 ？numago a 这个叫做前置，前置修饰形容词。它有两种功能，它是形容词没有错，但是呢，一个是放在后面，一个是放在前面，所以它叫做前置修饰形容词。但几乎一样的，但是有时候呢，
我现在如果我这么说，哎，这个是你的铅笔啊，这是马耀的啊，这是 Glass 的啊，结果呢，你没有注意听我讲话，你就随便一把这就带走了，我马上就说，哎，阿刚过来，我努马过古的安娜 impeach， 我努马过的时候是比前面的要强烈一点，就是说我 impeach 努马过古你呢，他是在叙述，我努马过 impeach 的时候是比较强调那个是我的。这样的差异性而已，其实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你不要那么强调，我必须那么姑姑呢，也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呢，但是我们就是有两种位置啊，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三个就很难，请注意看啊，来，请大家再念一遍，来，请。罗真罗罗真罗马古杜马赛马赛古拉对，你们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罗真罗马古杜马赛古拉卡瑞，有没有人猜啊？不知道。我用马赛马赛是什么？去捆绑这个木材。马赛是那个泰山过去在树林里面呢晃来晃去，他是用他抓的是什么？泰山在树林间呢，树枝蔓藤嘛，对不对？蔓藤树的蔓藤叫马赛啊。好，这个马赛先不要看，因为这个是比较难的啊。那我们就念看看，除了这个马赛以外呢，洛真的马古古拉卡瑞，我把那个木材绑起来。请问大家，这里的主词是哪一个字？嘎碎，好，因为看到菇嘛，对不对？古拉就是那个特定的那个木材呢，木材被绑，对不对？被谁绑？被我绑。被我，所以这个努马过这个是当什么词？副词。就是哪一个？罗真。对了，木材被我绑起来了，这样子，木材被我绑好了，我用什么东西来绑？马赛。马赛，记得哈，这个是后面的课程，但是它要有这个字才会漂亮啊。这个叫做介系，这个介词啊，都是介词，都有很多用法啦，但是介词后面通常都是名词，这个叫介词加名词，可以当副词，也就是说，很像英文的是 with 的用法，就是我用什么东西绑什么东西啊，我用马赛，这个木材呢被我用马赛绑起来。我可以不一定用马赛，我用绳子绑起来啊，甚至呢，我用什么这个用布绑起来都可以啊。所以呢，这个我今天不讲太多，但是呢，用什么东西就是多什么东西，罗真的吗？过多什么？那比如说好了，我再加一个句子啊，让你们。我们那个捅木瓜哈，木瓜怎么说？瓜对不对？或者是木瓜也可以哈。我们捅木瓜，把它捅掉下来。Diwas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Diwas 有。Diwasen no mago 都用竹子怎么说？我用竹子把那个木瓜把它捅下来，会不会造句？用这样的句型呢？把罗真改成 Diwasen。有没有 ？Diwasen no mago 用竹子怎么说？好沃了，都好沃了。那个木瓜呢？古拉。你再念一遍啊！那个木瓜，我用竹子把它捅下来了。Diwasen no mago 都好沃古拉瓜，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好，所以呢，都这个用法呢，后面以后再讲。现在我先谈的就是 no mago 这个字是副词，修饰罗正。刚才那个老师讲对了，就说那个树呢，被我用这个马赛呢把它绑起来，好，所以我以前哪有绳子啊？早期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第二个还有一点的时间呢，我先把这个部分讲了。当修饰语的用法 ，no mago 这个字，所有刚才的 no mago、no miso、no mita 这些都是属格啊，属格有当修饰语的功能。第二个是当所有代名词的功能。这个我先解释，等一下我再说明后面哈。这个可能很多同学老师们呢，有的不是很知道什么叫所有代名词。来，你先听我说，你看我这边哈，来，我还是看到大家的画面哈。比如说，这个是你的铅笔，这是我的，我是这样说呢。Unomisu a impis kunini unomako kura。我问大家，如果阿妹听不懂，我用中文。这是你的铅笔，那是我的。来，我的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我再讲一遍，我用中文哈。这是你的铅笔，那是我的。我的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的铅笔，知道意思吗？知道。一个句子前后复印的时候呢，前面已经谈过的，这是你的铅笔，那是我的，那个后面的我的，我们称为所有代名词，因为这个所有格呢，我们叫属格呢，它包含了前面提过的那个名词铅笔这个字，但是我们在语法句法里面使用的时候，通常不再把它提过的东西后面不需要重复，因为是牵涉到修辞学的东西，所以呢后面不需要再重复，只有所有格才有这种特性啊，其他的没有啊。所以呢我再讲一遍，那是马耀的家，这是我的，那是马耀的家，这是我的。那个我的呢是指什么？我的家。我的家。所以呢我改成阿美语了，现在Uloma ni mayau kura unumako kuni。 numako 是什么意思？我的就是我的家的意思。所以呢所有代名词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它是用属格，所有格所有代名词就是说它是用属格，但是呢里面包含了前面所提到的名词，这个用法呢是在属格里面有这种特性所以这是我的，我已经前面有提过了名词，所以我的就不要再讲我的家我的什么，我的铅笔的就不要再讲，这种特性只有在这个属格里面才有所以呢请看一下这里面我们念一下，先念，等一下我后面会有另外的一个帮助你了解来请念一下第一个句子。Unomiso sasurit ni好，这个属格叫所有代名词，对不对？就所有代名词。好，我问大家 Unomiso sasurit kunini 这是一个句子，对不对？来，先看前面的句子，请你告诉我主词在哪里？现在问题是要看得懂句子了，主词跟谓语一定要看懂，这个是语法里面这个一定要懂的东西来，先看你找得到主词，找得到谓语，就表示你能够掌握这个句子。如果你还找不到主语，就是主词在哪里，谓语在哪里，如果找不到的话，那表示我们对这个句子的掌握还是不够来看一下 Unomiso sasurit kunini 这前一半，我问大家这里的主语是哪一个？ kunini sasurit sasurit。好，所以可见大家还是
我要从这里面了解大家。好，我再把它简化一点。这是铅笔怎么说？ Uimpits kunini. It's 好，Uimpits kunini， 主词是哪一个字？ kunini kunini 嘛，这是铅笔。那前面呢 ？Uimpits， 我们叫做谓语。我前面好像有讲过谓语，一个句子里面一定有谓语，有一个主语嘛。可是你前面有可能忘掉了。所以呢，你看看这里，你看看前面的句子，改成 impis， 有人是 impis 嘛？我说的就是我 impis 嘛。然后你这里面呢 ，no， 我先把它用这个好了，我先把它我这样子用好了啊，不然的话你们就看没懂啊。那我把它好，这样还是看得到吗？你看看这里啊。好，我现在暂时把这个把它用红色啊，先把它拿掉好了。来，再来大家再念一遍前句来，你看了，再念一遍，请。Sasorit kunini。 Unumakukura. 我只要你看到前面的句子，能看得懂句子吗？后面又是一个句子，前面是一个字，这是两个句子啊。前面的句子是 Sasorit kunini， 就是一个句子，主词是 kunini，Sasorit 就是谓语。我现在没有用动词啊，我先用名词当谓语了。好，我现在就是把它加了一个修饰语啊。来，我加了一个红色的字来修饰，这个叫做什么修饰语啊？前置修饰还是后置修饰啊？前置修饰语，就是修饰 Sasorit 嘛，是不是？对，变成 Onomakua Sasorit kunini， 这个句子还是这个句子啊，只是多了一个修饰语啊，对不对？所以呢，这是这个句子。来，前面的句子没有问题了吧？所以多了这个修饰语，对不对？所以 Unumisu Sasorit kunini 好，主词是 kunini， 谓语是 Sasorit， 就是谓语。再看后面的又来一个句子，你看 Unumakukura， 这里的主词是哪一个？ Kura 是主词，那谓语在哪里？隐形了。所以它已经在这个 Numaku 的肚子里面，对不对？对。Numaku impits， 所以变成 Unumaku 这个字就变成谓语了嘛？因为它已经是个名词哈，它是等于是一个谓语啊。不晓得老师这样讲能不能理解？来，不理解的我给你们一个，好，看一下这个，好，来看一下这里，我有准备好，请这里很重要哈，所有代名词是等于名词相等语。什么叫名词相？上一次我也讲过了，相等于就是等于名词啦，等于一个名词叫做名词相等语。它所有代名词，刚才呢，我说它是谓语，它是一个名词相等语，因为它是当这个主词跟受词啊。你看，看一下这里哈，我想讲完这个休息啊，然后等一下我再复习一下。来，娃娃是不是个名词？对。好，那娃娃是名词，我加一个阿过，娃娃阿过是名词片语，带两个字了，对不对？所以也是个名词，但是两个以上就是个片语，不是单字了，对不对？娃娃是个单字，娃娃阿过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片语，但是还是名词啊，我的孩子，你看看啊。你看看第一句啊，这是一个句子，来，请大家念一下，来，我娃娃阿哥给你按，这是我的孩子。我问大家 ，PPT 好像没有换没有换，老师PPT 还是刚刚的那一页还是这个对，还这样好了，
那我奇怪，这个没有啊。那我先把这个处理掉哈。我看一下哈，对不起啊，我再看一下这个，好，我再放这个，这个放完就，现在看到了吗？有吗？各位老师有吗？有。好，有所有代名词等于名词相等于，也就是说，什么叫名词相等于？就是一个名称啊，那做的语言啊，等于名词啦，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名词的一个东西啦啊。你看，所有代名词是 nomago， 其实它就是所有代名词，只要有名词这两个字，就是等于名词的东西，等于名词，就是它是名词。好，什么是名词呢？我举个例子，娃娃是不是一个名词？对。啊，娃娃阿姑呢，它也是个名词，但是呢，它是两个字叫做片语。好，现在呢，3个句子来看一下。当谓语，你看，来大家念一下第一句来。娃娃Guinea，我现在问大家了啊，我现在这3个句讲完，我们休息啊。这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主词在哪里？ Guinea。好，那谓语在哪里？娃娃阿姑。答对了，娃娃阿姑就是谓语。一个句子里面一定要具备谓语跟主语，如果没有其中一个没有，它不算句子啊，它不算是一个完整句啊。好，现在呢，娃娃阿姑相当谓语，所以这个名词相词，你看看，它可以当谓语啊。再看第2个句子看看，它可以当主词主语，你看一下。再念一下第2句看看。马拉伊代古娃娃阿姑。好，现在呢，主词在哪里？娃娃阿姑。好，它现在变主词啦。姑后面是不是娃娃阿姑？它现在变主词。马拉伊代是谓语，对不对？它现在动词当兵，我的孩子当兵。它现在呢，变成娃娃阿姑，变成主词。我的孩子当兵去了，那这个句子呢？这是我的孩子，一样的是娃娃阿姑当谓语，娃娃阿姑当主词。第3个可以当受词，也就是宾语，也就是只有及物动词的时候会有受词。上次有跟大家讲过吗？有。什么叫做及物动词？及物动词，所以我要找一个及物动词。马乌拉吉巴奈多娃娃阿姑来，主词在哪里？吉巴奈。吉巴奈，谓语是呢？马乌拉，对不对？啊，对。马乌拉一定有受词啊。马乌拉，你认为你想想看，它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他本来喜欢什么？我的孩子，所以呢有一个受词，受词在哪里？娃娃姑。娃娃阿姑变受词来，娃娃阿姑又可以当谓语，娃娃阿姑又可以当主语，娃娃阿姑又可以当受词宾语。可见我们的阿美语啊，不是英文说的那样，我们的句法是非常活用的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句啊，如果现在要你分析说，娃娃阿姑这里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娃娃阿姑这里是干什么用？这里娃娃阿姑是做什么用？看起来都是娃娃阿姑，但是这个句子里面已经都不一样了。这个句子你要看得懂主词在哪里，谓语在哪里。这个字你也要看懂主词在哪里，谓语在哪里。这个呢也要它主词在哪里，谓语在哪里。刚好是及物动词，后面一定会有受词。所以这3个呢，它有这样3个变化。所以呢 nomago 你先知道这里，我再等一下再回来谈到 nomago 这个所有代名词就是名词，就是这种功能啊，它就是等于就是娃娃 nomago 的那种功能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现在就12分钟了，我们休息10分钟啊，然后等一下22分钟来到号。那好，这个刚好我加了这个所有代名词等于名词相等于这个东西啊，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名词在阿美语里面呢，它可以有这样的位置啊，就可以当谓语，也可以当主语，也可以当宾语，就是受词。那所以这个概念呢，跟我们过去啊，在看那个看英文的时候呢，那个不一样的概念呢。它谓语永远是动词，英文谈到谓语的时候，它永远是个动词而已。主词、名词不可能会当动词。但是我们阿美语呢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用英文的习惯，我自己本身就是外文系，我自己就是研究英文的。如果在研究语言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以前在写这个语法之前呢，看了很多的书啊，都走不通啊，都无法分析我们的句法，因为他们的焦点都在动词嘛，动词怎么变化，所以呢，很多的外国人但是也研究我们阿美语，我们的台湾的原住民的语言呢，他们也是一样用英文的那个角度，就是专门研究动词啊，什么受事焦点，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主事焦点，什么都是指那个动词的部分呢。但是他很少看到他们研究，就是说像我们阿美语呢，连名词都可以当谓语，连感叹词也可以当谓语。所以呢，你要先有一个概念呢，研究阿美语的语法呢，什么词都可以当谓语啊。我先给大家现在 run 一下哈。来，我现在第一个句子呢，我们改变一下看看是不是啊？这个为什么不看一下？哎，我看一下这个啊。来，我们大家练习，哎，这个就先这个画面好了啊。好，这个画面呢，请大家看一下，我改一个字哈，娃娃阿哥给你按，这是我的孩子。来，我改一个字，马耀是我的孩子，怎么说？马耀是我的孩子，娃娃阿哥。我阿姑吉玛耀，好，吉玛耀，那主词是谁？吉玛耀，吉玛耀是变主词。现在这个句子是我阿哥吉尼安，这一位是我的孩子，所以吉尼安是个主词，吉玛耀是人名，玛耀是我的孩子啊。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个，我不一定用吉尼安呢，吉玛耀，他是我的孩子，怎么说？他是我的孩子。娃娃Babaku景拉，对不对？景拉就是他的我们现在的主格啊，所以都可以换啊，可以代换啊，这个就是一个句子的概念啊。所以呢，我们先娃娃现在让他当主词的时候呢，我的孩子生病了，怎么说？阿拉达古娃娃努马哥，阿拉达果娃阿哥，果娃阿哥是不是生病的是谁？娃娃阿哥，所以阿拉达这个字我不一定用动词，我用静态词，我的孩子生病了，所以这个字也可以了。然后呢，再看一个字，我再用动词，我的孩子去上学，怎么说？达拉比斯拉丹古娃娃努马哥，达拉比说拉兰果娃阿哥，娃娃阿哥就是娃娃的马哥一样嘛。这个时候呢，主词是谁？去上学的是谁？当然是我的孩子啊，他就是变成主词啊。所以你们要知道说，这个娃娃阿哥不是永远都是我们所谓的它是什么受格，不是啊，它也可以在句子的前面，可以当句子的 good 后面当主词。好，
猫啦，去班奈读娃娃阿哥，班奈喜欢我的孩子啊。好，妈妈啊，米达利汉啊，米达利汉就是叫了哈，班奈叫我比如说班奈呢叫好了，米莉好了啊，这个班奈向我的儿子打招呼怎么说？米莉在一班来读娃娃阿哥。你看是不是也可以用？所以米莉在这个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它可能会有受词。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到刚才我所谈的问题啊，就是说，你看一个名词就可能会是一个可以当谓语，也可以当什么主词，也可以当宾语，对不对？好，现在呢，我们要回到所有代名词啊，我们要回到这个所有代名词啊，把这个把它结束掉哈。我现在回到刚才的画面，就是对不起啊，这个停止分享，再回到刚刚所给你们的这个画面哈。好，你们刚刚先跟你们 share 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原来你先看一下第一个句子哈，他说，哎，有看要看，哎，好，哎，奇怪，为什么没有办法打开？里面，因为它包含在它身上里面。现在呢，它现在是一个所有代名词，就是叫做所有代名词，它等于是个名词的嘛。好，等于就说这是我的Unumago，这个等于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呢。所以呢，Gura 就是那是我的铅笔，那个我的这个字等于是一个名词，就是它是一个所有格再加上名词，所以那个名词虽然你没有看到，它是在它的里面。因此 Numago 这个字叫做所有代名词。所以我们说话常常说 Nomisa susuret konini Nomiso sasolas kinian Unumago kuni Unumago 就不再想，就那个字节 Unumago 就是那个 Numago 就是一个代替一个名词的东西啊，所以它变成谓语，现在它是一个谓语啊。那我们来看看呢，挑战一下第二个句子，你看哈，我们再念一下第二个句子来。有kailangan bechin，有先到这里。好，有kailangan你的筷子是铁质的，对不对？Umarasai 一样的 Umarasai。Go 这个字呢，一样的，kailangan go，那么说阿拉伯 Umarasai go。后面的 Numago 阿拉伯只要改成 Numago 这个字。好，这里的前面它也是 Numago 阿拉伯，它本来是阿拉伯是主词 Go 阿拉伯嘛哈，这边有一个前置修饰形容词，对不对？放在阿拉伯的前面，但是呢，这整个可以说是主词啦 Numiso 阿拉伯，但是到这里来呢，只剩下 Numago， 那你要知道 Numago 是什么？是 Numago 阿拉伯。它现在呢是在 go 的后面，所以它可以当一个名词啊。Umaradai kono mago 阿拉伯
这个就是等于就是所有格又加上名词，这整个都在里面，用 nomago 来表示，这个就是比较难的地方在这里啊。现在呢 nomago 现在在这个后面这个后半的句子里面，它是当什么样的角色？当谓语还是主语还是当宾语？老师有没有看懂？乌马拉赖古努马过，古努马过这里是当主词还是谓语还是受词？主持现在是主词吗？你怎么知道？过嘛，有没有看到过？过后面就是主格标记，后面它就是主词，这样看出来哈。这里是属格里面最难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每天都会用啊，我们会用，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都会开车啊，但是呢，人家问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呢？哎，我也不知道了，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没有这个分析句法的那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记得过后面一定是主词啊。再看下面一个啊，好，最后一句来，你看看，来背，请念一下。O nomiso turun ko kaulahan ningra。先看这里，他这里知道意思吗？你的 turun， kaulahan 是他喜欢的，他喜欢你的 turun， 这没有问题啊。好。Unomisu aturon ko kaulahan ningra 就是这个主格标记后面 turun 那个什么 kaulahan， 他所喜欢的啊，喜欢的东西是你的 turun。好，所以主词是 kaulahan， 前面是 turun ko kaulahan 就是 nomisu aturon， 这里整个呢就是一个谓语嘛啊，就是本来就是只有 turun 加了一个前置修饰 nomisu a。加在 turun 的前面就会变成有修饰语前置修饰形容词。好，但是后面这个来了，它已经有讲 nomisu turun， 后面是 nomago 呢这个字来 Zai bizakai jingra to nomago， 他不买我的，这个我的是我的 turun， 那我的现在呢是当一个名词嘛，一个代替前面提过的名词在他的肚子里面嘛，包含在它里面了。现在 nomago 就是 nomago aturon， 这里现在是当什么来用？现在这个句子在比萨盖吉拉多 nomago， 现在 nomago 这里是当句子的什么成分？宾语。宾语，答对了啊。受词，因为你看就是多嘛，在这里有个多 nomago 我的就是我的 turun 啊。好，现在是当宾语，前面这个呢是当主语，这里呢是当谓语啊。好，所以呢属格呢有这么多的用法。当修饰语的时候啊，有前置修饰，有后置修饰，也可以当副词。当名词用的时候，就是只有所有代名词才有这样的用法，就是后面的句子前面提示过的名词，后面再提的时候就不要再把名字说出来，所以它在包含在它身上里面。这个虽然看起来是属格呢，其实它是有名词在里面啊，都名词在里面。所以呢，当谓语、当主语跟宾语这样子。好，现在呢，我的解释这个解释完之后，我们先看一下一个练习。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时间够不够啊？好，请大家猜猜看啊，用猜的了啊。说明下列的句子属格的功能，它的功能是什么？请看这个句子啊，它到底是谓语呢？是主语呢？是宾语还是修饰语还是所有代名词？你看看画了线以后，你们猜猜看，它到底现在在这个句子里面当什么用啊？然后第一句呢？我先前面3句我来念哈。
ni mama tafokot kinian nomiso kirawan。好，这个八卦王是爸爸的你的在那里。好，现在划线的这里是什么？在这么多谓语、主语什么到这里？前置修饰。全字修饰语。OK， 是前置修饰，非常好。但是修饰语，而且你也说了是修饰语就够了。但是你说前置修饰语，答对了，修饰答 forgot， 对不对？很好，就是这样我们再看第二个ini ko ini 就这里ko nomita改先，我们的碗在这里。mapawan ako ko naira， 他们的我忘了带。我们的碗在这里，他们的我忘了带。好，现在呢 nomita 这里现在当什么语？主语。主语吗？请看一下，因为看到过是不是？所以过后面要有名词一定要找到。你看nomita 有没有？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改姓修饰语嘛？所以你的眼睛要很厉害。nomita 是不是可以拿掉？ini ko 改姓就好了，对不对？对。所以真正的主语是哪一个字？改姓。改姓嘛。改姓后面就是 nomita 就是加了我们的改姓，所以它是前置修饰形容词，主语是改姓。ini ko 改姓就这样而已把它拿掉以后，你就要变得很清楚再看到第三题看看法罗森就是也是把就是法罗森就是木材呢，把它捆绑起来叫法罗森。numako ko tulengas konini sinafer。好，我先翻译就说 sinafer 是菜这些菜呢，这个菜呢，我用叶桃叶子呢把它捆绑起来。好，现在 numako 这里呢，在这个句子里面是什么角色？修饰。是修饰语。好，修饰语有两种一个形容词还是副词？副词。修饰哪一个？法鲁森。OK， 标准。你是哪一位我想这个。是乌莫萨姑。乌莫萨很棒你就是有了解我的明白才会能够标准的答案好来。好。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句子，就是这个 numako， 你看没有就不可能往后修饰嘛，这个 numako 有没有？没有但是不可能后面有东西啦，所以它一定是 numako 就是通常是往前修饰。结果呢，法罗顿就是一个谓语是个动词，所以呢修饰动词的时候它是一个副词修饰语是当副词用我们再看第四个Papatisen ni marang kami tu titi nu kulong， 马让呢分享给我们牛肉好，现在你马让，你们猜猜看，就是不是 no 了，是你马让马让就是我们这个马让就是马让分享给我们牛肉，好，就是这样子。马让是现在是什么角色？修饰语。修饰语，修饰哪一个？爸爸的圣。对了我们是被他这个分送了，我们是被分送者，行为的就是马让所以他还是修饰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好，我们先看第五句Matomas to ko nunamu ganas mahador ho ko nuniam。好，现在呢 ganas 就是雨裸装雨的，就是我们去捕鱼的时候呢，哇 Matomas 就满了，to 就是 Matomas to 就已经满了
你们的鱼箩呢已经满了，我们都还一点点啊，马哈多是还没有装满啊。Gununiam， 请看 nunamo 是什么？这个当什么用？前置修饰语。啊，标准答案哈，修饰哪一个？修饰哪一个字？ ganas。好，前置修饰它嘛。好，你把前置修饰把它拿掉看看，只剩下什么字？Matomas to go ganas 本来只有这样而已啊，对不对？本来是那个鱼箩满了，就这样子啊。很好，第6个来，这2个是一个对话哈。Patani hanomiso kunini afuting， 你把这个鱼送过来。Umaan to kununamo， 那你们的不就没有了吗？后来 B 就说 Irato 有了 ，Adihai ilomahko no niam。好，这2个。他说你把鱼送过来，那你们的呢 ？B 就说有了。在家里，我们在家里还很多啦，这样子。那请问一下，上面的 nomiso 是什么功能？这个稍微难一点了。修饰语。哪一个？什么修饰语？形容词还是副词？副词。修饰哪一个？巴代尼。对啦，巴代尼。巴代尼汉诺米说是巴代尼汉的意思是巴代尼汉诺米说等于说巴代尼恩诺米说啊，巴代尼汉诺米说等于巴代尼恩诺米说，古尼尼阿夫丁，我们安多古努那摩，那好。那后面的呢？伊拉多阿迪海伊罗马古努尼亚，这个是当什么语？主语。哦，你们现在有进步哈。古的后面是主语。当所有代名词当主语，太棒了啊，很好 ，very good。第7 ，Afai kali hai ko footing no namo， 来，我的 Afai 就是 Afai 就是哇讲啊，这么多，我的 kali hai 就是这么多啊，你们的语，来这里 no namo 当什么用？后置修饰语。修饰哪一个字？否定。对了，好，正确啊，不错啊。那今天有效果了，上的就很清楚啊。就说，那如果你南木的说，我当然刚才还口否定说，我语这么多。如果像南木说，你们的语这么多啊，就变成这样啊。最后一题哎，我当刚才还过努南木，哎，这里有什么差别？它所有代名词。答对了，当什么词？当主语还是宾语？当主语。答对了，因为过这个字后面是主词，所以你们的怎么那么多这样子哈？所以 OK， 因为时间还有15分钟，我就先另外一个练习我就跳过了哈，都一样的哈。好，这里我看一下这个需不需要的。好，我现在先做代换呢，我们利用3分钟，这个我们来练习一下看看。这个字你看呢 ，inigo no mago 啊，阿拉伯是我的筷子，就是前置修饰哈，这个是前置修饰啊。mabawan kagoto no miso 就是受格啊，我忘了你的，就是当受，这里当受格啊，这里当什么前置修饰啊哈，你看有啊嘛。no namo 啊，你们的筷子在这里，我忘了啊，你的啊 no miso， 好，这个现在把这个呢句子改成咱们的，后面是马上的怎么办？来，把这个字变成我举例一个哈 ，inigo 咱们的是 nomita 啊阿拉伯 ，mabawan kagoto 马上的怎么说？马上的怎么说？马上安。你们忘记了？你马上。你马上。那个人称代名词是 no mago no miso no 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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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人名的是你马上你班奈你阿公你都说是你
都是你，所以我要问的时候，你们这个字马让的是你马让，要放在这个位置啊。就说 ini ko nomita 不是 nomita alapet mapawang kakoto ni marang 好，这是第一个啊。我现在在看呢，我们自己的爸爸的哈，爸爸的跟妈妈的，我们自己的爸爸来把它改成这个字呢，怎么办？念念看，请 ini ko 自己的爸爸。Kuni mama 你妈妈 Mama Arapit. Arapit. 对， Ini 我忘了 kawan kami ni ina. 这边是你那啊。Nina, Mapawang, Mama. ini ko ni mama alapet mapawang kakoto ni ina. OK， 这是自己的父母亲才有你啊，不能用 no 啊。再看下面的人民还有小孩，小孩子是一般的，不是人民啊。来，我忘了。把那的筷子在这里，我忘了小孩子们的，孩子的我忘了。哎，ini ko Ini Kuni panai Arapit. mapawang kakoto， kaku tu ko bawa 那怎么办呢？孩子的怎么说 tu No no wawa. ？no 娃娃，对了哈 no ，no 一般的是 no 娃娃啊。最后一个，一般母亲呢？这个不是自己的母亲呢，一般的妇女啊，后面是他们的哈。来，来，来念念看了，ini ko 什么 no mama Ma Arapit mapawang kakoto ina alapit mapawang kakoto no 他们的 Namra. 没有 no 啦，他们的没有 no， Naira. naira 就好了。mapawang kakoto naira， naira 对。ini kuno ina alapit mapawang kakoto nangra 或者是 naira 都可以啊。所以前面呢，他如果在这个当属格的时候，有人称代名词，有人名，有自己的父母亲的啊，有一般名词的，这些呢，就刚才我给你们看的那个表格是很重要的。好，还有11分钟，我们只看下面的练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练习。来试试。用后置修饰。毛巾怎么说？Sashifin. 好，白色的是妈妈的毛巾啊，这个地方我先把它，我用写的哈。好，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知道。我看这里呢，我放下面3个放在下面好了，这样的话呢，这样比较有空间写了。好，这样我就有地方可以写，然后呢，大家来写写看啊。来，第一个，白色的是妈妈的毛巾，用后置修饰哈。妈妈的要怎么办？好，白色的是妈妈的毛巾。好，白色的怎么说？什么？Fotarai. 再来。再来哈。Fotarai. Sashifin. 再来。我用后置就是妈妈的毛巾要讲的妈妈的毛巾怎么说？再来一个，妈妈的毛巾怎么说？ Sashifin. Ina. 对了，Sashifin 用你什么？Ina 这样就对了。再来一个Sashifin Ina。当然，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比如说再来Sashifin Kuni Ina 也可以就是比如说这样。有很多种说法呢，都是正确的。比如说
我再来啊，怎么样呢？沙西芬你呢？啊，比如说是这样呢，你用的是不一样的东西。现在呢，你呢是后置修饰，对不对？是不是后置修饰？我发下来沙西芬你呢是妈妈是后置修饰。现在你呢这里是当什么用的？来告诉我。在这个句子里面，它是当什么功能？它现在是上面的你呢是后置后置修饰，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你呢？主语啊，对了，是主语，所以不一样。我要的是你是后置修饰，所以你只好要想办法要用这样。但是这样写也是正确，但是呢，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你这样写是它变成主语古尼伊娜，现在已经是所有代名词了。你用的是所有代名词，它现在是属格当修饰语，就是沙西菲尼伊娜。那这里没有前后都没有伊娜，所以呢，这两个也是通的。但是呢，我现在是故意呢用封闭式的方式，用后置，就后置就是它当后置修饰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在名词的前面后面啊。其实这两个句子都是 OK 的字，上面是后置修饰形容词，下面的是当主语，它是一个所有代名词当主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把我的毛巾放在这里，放在这里怎么说？把我的毛巾放在这里，也要用前置。我的毛巾要用前置，我的要放在毛巾的前面。好，放置德里安还是把德里安都可以哈。我们说里安在这里呢，伊迪尼德里尼迪尼就放在这里。锅来后面用什么？放在这里啊。德里尼伊迪尼是把它放在这里。我的毛巾怎么说？Numaku ah sa si Fin. 答对了，它要放在前置。Padrin itini ko no mago 这个就变成沙西芬。你看看啊，沙西芬是不是红的？是不是变成前置修饰？Padrin itini ko沙西芬，如果没有的话呢，把毛巾放在这里，我把它拿掉。Padrin itini ko沙西芬，把毛巾放在这里。现在要的是我有一个修饰语，把我的毛巾放在这里，你们的放那里。因此呢，加了一个是不是一个前置，它就放在它的前面呢？这个就是可以得到我们的要求，所以让你们学会，就是说它可以让你们去思考说，哦，它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也可以放在名词的后面。所以我把这个拿掉以后呢，刚好这个你呢？是后置修饰 ，numaku a 是前置。好，第三题是刚刚我们用过的啊。我们用镰刀砍那些草，砍草的砍是什么意思？这怎么说？有人知道吗？来，大家试试看呢。砍草怎么说？修，你 for show，OK， 很好。好，怎么跑掉了？等一下，好，米佛的秀是主动的啊。我们现在呢，我们把草砍掉。米佛的秀就是我们去砍草，我们用镰刀砍掉草，我们要用这个处置用法了啊。for 修问哈，for 修问
我们呢？努米达， no mita， 对不对？本来是锅里面是什么？它是 rengos 啊，我用什么塔了哈？什么就是 rengos 啊。好，或者喜欢的米大锅什么？我们把草砍掉。现在有一个工具呢，用镰刀，用马赛，用什么东西来？这个怎么办呢？用镰刀要放在哪里？就领导，对，这里是都高高嘛，对不对？我的希望的米大都高高过什么啊？但是什么是草？所以这里呢有那些草有指定了，不是用过了，加一个古拉，这样就变指定了。我的希望的米大都高高古拉什么啊？古什么？你如果不加古拉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草，全世界的草不指定了。那一定是要砍那个指定的，因为有些草是人家种的，你怎么可以砍呢？所以呢，不指定的就会觉得说，哇，所有的草怎么砍得完呢？那一定是要砍掉那些草，所以我固定是那些用古拉，一样都是主格标记，都跟古拉是一样的啊，一个是不指定，一个是指定，就是它一个是那些草已经被你指定是那些。啊，这些就可能不用砍了啊，所以呢，不去用那么大股的什么啊，这样就答案了。我们再剩下几个，我们就准备下课了啊。再看2题哈，这是巴奈的田，那是我们的怎么说？来，我们试试看哪一个老师比较。这是巴奈他们的田，我用谓语啊，当谓语啊。乌玛，好， Una panay ko. Uca panayan. 好，Una 他 panay. 们那然后呢 Panay. panay 五嘛对呢kinian kunini 好，后面呢要用谓语呢，那是我们的怎么说？谓语一定是有当名词有五嘛，对不对？五，然后呢我们的怎么说？ Mita. no mita， 那呢 Quran， Pura. 这样就好了。所以呢，现在是当谓语 ，no mita 是谓语 ，Quran 就是主词啊。如果这个谓语呢，no mita 是我们的地啊，那是我们的地，就好像是把这个当一个名词啦。娃娃古拉也是通嘛，对不对？你看这个是一个娃娃古拉，那个小孩，娃娃是个名词，乌鲁米达古拉意思是一样的，那是我们的，那是孩子啊。这两个呢，它就是一个所有个可以当名词来用，所以我们叫做所有代名词啊。因为呢，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前面有提到了乌玛嘛，那本来乌玛就是，所以它就是一个名词。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它的这个句法啊。好，刚刚有讲这个是大人的其实是白色的。好，刚才好像也举过这个。和再来好的no， 请坐后面了。大人叫什么？马多阿塞。好，请你后面来做。小孩子是红色的，怎么说？小孩子的是红色的，要用相对的就可以了。无法再来哈达诺马多阿塞，那呢？Nangay kunuwawa. 这样就好了哈。nangay ko no。娃娃，好，这样就完成了这个句子。因为呢，过努马多阿塞，这个也是一个名词呢。因为这边已经有讲
我佛扎来啊哈达就是已经说白色，马多阿塞的是用白色的，孩子的是用红色的，这两个是刚好是相对的。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A 呀放在这里，